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。来啦，来啊！得，咱即摆咱师傅吼，从咱戏台的所有的现款啊，拢投入喺内底，啊，即摆想袂到转，看咱以后日子变哪过才好。我是小明斗害的啦。阿兰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啥物人嘛料想袂到会发生即款代志。佮再讲，即摆秋平因兜变得较凄惨了，连厝都无去安尼，啊，俊英因老爸嘛住伫咧病院的。是啦，阿兰，我相信俊英啊吼，伊绝对唔是种人，伊无可能故意要骗咱的钱，对唔对？问题是，伊无应该拖累阿爸，甲咱戏班啊。想嘛奇怪，苏囝，咱三个甲秋平老母伫咧内底，啊，讲话讲啊久，哪有遐侪话通讲啊？这就奇怪咧。我也绝对相信顺的，伊绝对无可能心肝遐尼强，连恁母仔拖落去。只不过我是咧想讲吼，我会用贷款啦，要搁这戏班的开销吼。大妈姐，我代替俊英甲你回信咧，请你当原谅，会当谢罪。大妈，歹势，我一直歹势。哎呦！要安怎甲你讲？好啦，起来，恁母仔莫安尼啦，快来，起来啦，李婉，哦，时到时长啦，啊，一个差一点咯。人咧讲哦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好啦，恁莫想啊多啦，钱我赚着有啊嘛。大妈啊，毋过你交予俊英的15000人，拢是你戏班的辛辛苦苦赚来，要哪会用啊？李婉，可能是哦，我命中带劫啦。啊，若是家无我的哦，就是我的；若毋是我的哦，咱怎么强求嘛是无效。钱我赚着有啊嘛吼。大妈啊，我知影你心肝足好的，阮来拖着你，即摆煞等到你讲话你安慰我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你讲。好，你莫好讲，可能是天公伯啊，也阁无想要互我退休啦。我看我这老的哦，会拖几年啊。莫讲遮干，快点来。对，回王啊，身体较好。摇头，我唔知影什么意思啊。大妈姐，阮妈的意思是，阮爸爸可能永远都无想要醒起。有这么严重哦？是讲你母仔莫安伤心啊！即摆医学这么发达哦，一定有机会出现啦。我相信，希望啊，伊家己本身也无想要精神啊啦。你莫那么悲观啦，拜托。真是千算万算，唔知咧第几算。我希望我歹命这么多年啊，辛辛苦苦打拼这久啊，应该嘛有好日子通过，会当甲俊英、甲秋明办一下遗书，上知影讲煞变成安尼。妈，你莫阁想这个代志啊！李婉，听秋萍的话，莫顾安尼乌白心啊，日子嘛是爱过。可能话爱委屈你母仔囝，就是可能我咧摕迄箱咧装货内面，只要我有一嘴饭通食，你免惊会饿着啦。大妈，真多谢你，我甲你拖累，你都无来起养阮，我等到来收着我实在良心做袂得嘅，唔知要哪甲你讲才好。大妈，无安尼啦，为今仔日开始，你这戏班内底所有煮饭、洗衫、拼头壳，拢我来甲你做啦，拢交代我甲你做。好啊，迄袂用啊，遐个工课拢我会使安尼做啦吼。无啦，一定爱互我做，啊若无阮母仔囝住伫遮，我嘛住了袂心袂安。是啦，大妈姐，阮是足感谢你厝互阮住，阮明天才白吃白住啊！你若有啥物代志，你尽量吩咐我做。好啦，无你若想着哦，再斗3工一下就好啦。啊，你唔通伤忝。
回龙兄，你爱我甲讲。多谢你，好啦，多谢你。天公伯啊，哪安尼对待希望啊？会变成安尼？妈，啊好啦，会拢唔知了了。啊那无，今日看到这个场面，唔知要安怎。已经直直想讲，虽然我叫伊陪得过。太伤心了。秋萍啊，啊你这水源，敢有想出什么办法出来？我看伊哦，根本都无法度想出办法。因公司哦，可能早就有人哦，要倒吞你遐钱。啊，来来，紧将那个抓起来啊！哪有可能抓会着啦？既然若有计划哦，要倒吞遐钱，早就唔知走倒位去。啊，要哪可能抓会着？啊，那照你安尼讲起来，准阳嘛是被害者。免咱是被害者，伊是无家己的责任做好势呢，无甲咱遐亲戚朋友的钱顾好势，要咱讲伊是被害者。秋萍，啊，即马你甲准言两个分数是要拍算？我看我有可能是无法度嫁给伊。就算我要嫁伊，咱遐亲戚朋友，啊，搁咱遐庄仔来的人，嘛袂答应回转来。啊，不过这时阵准言都需要你支持伊啊。妈，我真个唔知要安怎支持你。你看，伊甲咱遐亲戚朋友，甲咱庄仔来的人，人了到，啊，我冤家家庭生活，啊，搁有，就是因为安尼破财不成啊。我真个唔知要安怎原谅伊，我真个唔知要安怎原谅伊。秋萍，阿母了解你的心情，阿母了解你的心情。倒出去较有力的啦，啊无咱无呢？对，来，过来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咱连要讲咩呢？大叔兄，我无力啦。你哦，叫你走工课哦，敢若咧讨个过度啦；叫你食饭哦，敢若母上拍好啦。莫变大啦，较紧。哎呦，大叔兄，伊是食无饱才无力的啦。哼，想到以前哦，咱准备要上台演出进前，阿爸拢嘛甲咱加菜，甲咱补体力。即马咧，咱食的是啥？猪食拢比咱搁较好。阿兰啊，你嘛帮忙，后人讲的较咸的哦。我讲的敢唔对是？你无想看卖，是啥害咱的？来啊！哈，哎，有差钱啊！来，紧，倒中较紧。我上唔敢上去，较紧的，动作较紧的啦。我拜托杨家咧，大灯靠这边啊，较紧出。紧嘞，快去来吃。哇！你看，哇，内底还阁有牛啊，蚵啊，虾啊，还阁有鱼啊，哇沙米拢有啦，够好，真香，大家吃。秋萍，你哪有钱去买遮尔好的物件咧？哦，我是毋是准人甲倒大家的钱，偷互你？无迄款代志啦。啊若无，你哪有钱？讲啊！阿兰，你来对秋萍安尼讲话啦？我讲的敢唔对是？去互准人偷钱的人，大家拢靠大手按。伊即马咧有钱去买好料的，这一定有问题啊！你讲，你一倒来讲啊！我讲袂煞对无？我相信秋萍的钱哦是清清气气的啦，你要问较济啦。清清气气的，你相信？当初咱嘛是相信准人啊，毋才甲钱摕互投资。即马咧有去无回，讲啊！你讲啊！你说安怎？你敢拍我？拍啊！来师，你是错啥啦？阿来伊安讲并无唔对啊，伊无看你误会我，对无？谁叫讲有遮尔多？放袂记，我的一生只有你。交代的
我无希望你为着我甲人拍拍输他们的感情。我知啦，我无怪你。只是阿良怀疑是对的，也无怪伊会安尼想。你放心啦，这个钱毋是俊英偷偷互我的，是阮妈妈要互我的金仔，甲俊英互我的手指换来的钱。秋萍，这金仔甲手指对我来讲已经无路用，不如换一寡钱来互别人，会当过较好一点。啊，毋过你厝内嘛需要用钱啊。用出来看恁大家安尼支持，就算我有一身红，我嘛毋敢留下我朋友。即摆发生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，你免得负什么责任啦。会记我所讲的话，你真正免感觉你亏欠什么人。就算讲你甲俊爷已经结婚啊，伊所做的代志，伊家己嘛应该负责任啊。真正应该感觉亏欠的是俊爷，尤其伊欠你上济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哎呀！我真正无看见，我真正无，我真正无，我。起菜，俊宁，起菜，你先落去。哎呦呀！发生什代志啊？拄则我咧看到两个小的，讲要找你，我唔知你去倒位咧，我就敢摸落啊啦！哎呦呀！哎呦，俊宁，我讲吼，你紧找出条秘起来啦！我先送你去病院啦。送什么病院啊？伊就甲我讲吼。讲伊遐一日摕无转来，讲要等你骹手骨就甲伊剁断，你敢毋知影？我，紧你紧避开，紧避开啦！别急啦，我先送你来病院啦。我讲什么话？毋是我家产，毋是我咧孝单竞选，你就知影我拢互拍官司啊！我无要紧啦，你开要紧，你紧避开，你紧避开。我来先来病院再讲啦。无要紧啦。用来，紧你走啦！会使，你放心，咱伫个东山再起。好啦，莫啰嗦啦！哦，我叫你做二佬咧，紧嘞吧！哎呀！你家己保重咧。紧落去，紧走啦！走到远，紧嘞啦！你别走，你来，怎啦？再见啊！小人啊，再见，对我啦哈！叫我家下头哈，那我等着我空调。开谁哦？阿宽，俊英，慢走！俊英，请来我遐啦。俊英，你会安心吼，伫我遮徛几工？敢袂想甲你搅扰？免来会啦。自细汉吼，我就是一个人，无爸无母，也无兄弟姊妹。你会当来互我做伴，我颠倒欢喜嘞。是讲，我会去台北酒店上班。迄是因为我的生活，即马蔡东一定甲酒店让互别人去啊！我只好倒来高雄。酒店背后头家是错账的。安尼你无毋对，较早我是蔡东的人。错账即马人呢？伊甲我害到做是啥物？你知影无？伊即马人呢？我毋知伊人伫倒，伊失踪遐尔济工啊，我真正毋知影伊人伫倒。你既然是个查某，你哪毋知人伫倒啦？你别甲我骗哦！伊即摆人伫倒？我真正毋知影人伫倒。我较早含伊做伙是因为伊的酒店需要人家欢，我需要生活，就是遐尔简单。
即摆伊甲酒店留互别人去，伊根本就无需要我啊！伊当然嘛甲我摊对边仔去。俊阳，我讲的真正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听你讲嘛是对啦。伊款做安尼侪钱，伊当然是会美起来。俊阳，你敢袂记得我捌甲你讲过，叫你来做迄个周心怡？迄是因为我看过周心怡甲迄个蔡大两个人行做伙，可惜你无甲我的话当作话对无？周心怡是一个足厉害的查某，讲起来，伊甲迄个蔡大老狐狸哦，实在足适配。请你唔通放我记，我的一切，我也记在心内。你伤过单纯啊！你根本就唔知影社会黑暗的一面。是我想要相信别人，应该爱受这个报应。这是我付出的代价，比别想多。你敢知影你即马会处境足危险的？我知影，除非我会当甲蔡党甲张心怡抓出来，也我会变做所有制作的眼重点。我过去用过，我即摆已经啥物拢无，我的信用已经破产了，我失去我上界心爱的人啊！你知影无？我本来这2天就要结婚啦，我阁有答应伊，结婚了后，我就要甲头路死了，才会当去做工。可惜天不从人愿。俊言，人生就是安尼，坎坎坷坷，有足侪所在无法度顺人的意。你免想遐尔济，天大代志吼，先甲放一边，咱讲一句。俊言，俊言，俊言，哎呦，大梦啊！哎呦，死嘞，死啊死啊无爱过哦，死啊就无甘心的啦，哎呦！医院，这百般拢是缘分啦，可能你那个缘分啦。哎呦，哎哦啦！